108全国大专校院会圣火引燃，今天在主办单位国立中正大学举行，中正师生特地攀爬玉山取得圣火母获，现场由超马选手陈彦博与圣火队学生点燃火把，随即展开环台圣火传递。中正大学校长冯展华表示，今年中正大学第3度承办全大运，校方特别在3月20日由中正大学地球与环境科学系副教授谢梦龙带领5名登山社学生攀登台湾第1高峰玉山取圣火母获。108全大运圣火组组长吴徐哲指出，玉山是台湾精神的象征，作为圣火母火的起源的，也借此传达远登峰造极精神。108全大运圣火引燃仪式上午在中正大学喷水池广场举行，这次融合 AI 人工智慧的元素，由教育部体育署副署长王水温、冯展华等人共同启动，利用机器人的意象点燃圣火盆。随后，由陈彦博，台湾第1位完成攀登世界7大洲顶峰的女勇士，现攻读中正大学博士班的江秀珍担任特别来宾，带领7名火炬手上台，一一点燃手上的火把，在鸣枪后齐步出发。全大运圣火队展开环台旅程，将于29日再度回到中正大学，象征薪火相传，团结和谐。陈彦博指出，全大运在台湾是一个很重要的比赛，除了是大专校院学生彼此交流的好时机，再来就是全运会的国际邀请赛，也是增加台湾在国际舞台能见度的机会，希望民众、学校以及企业可以全力参与。中正大学指出，108全大运正式赛会将在4月27日至5月1日展开，届时来自全国各大专院校好手将遍布各场地，在18种赛事中实现梦想，创新佳绩。